警方話採取行動係因為有示威者企圖製造混亂，甚至係搶奪警方嘅鐵馬，製造路障，咁啊企圖製造一啲混亂同埋危險。咁所以咧，警方咧係定性咗呢一個事件係一個非法嘅集結。示威者高舉雙手，並不代表佢哋係一個和平嘅示威。我哋見到佢哋咧有用佢哋嘅雨遮去攻擊警察，有用同呢個警察搶奪鐵馬，甚至乎用起腳踢警察。佢話警方係用最低武力驅散示威者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道。入咗我哋唔該嚇，聽埋少少唔該，聽埋少少。一個示威者雙手被綁上索帶，由6個警員帶走。抬嘅草地，警員將佢抬起，帶到去添馬公園一個暗角位。將佢放喺地上面，對佢拳打腳踢。期間2個警員離開。留低嘅警員繼續用腳踢示威者，即一路放低咗就嚼。係喎，係咁踩緊啊！警員最後帶走示威者，成個過程歷時近4分鐘。